心裏面咧都唔知道你嚟到其實係帶住咧一個期望嘅我自己咧係好中意講道嘅我講咗27年但係咧即係我知道喺祭壇呢個地方咧唔係我嘅講台呢個地方咧係我哋一班神嘅子民喺建造業同建造業有關嘅神嘅子民一齊尋求神嘅心意尋回我哋嘅渴想，尋回神嘅旨意，盼這世代找到答案我相信咧呢個其實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心裏面嗰個嘅渴望。所以今日我嘅分享咧唔會好長，大概10零分鐘我哋無論係做咩都好，無論係敬拜，無論係分享信息，或者有一啲嘉賓出嚟分享咧我哋嘅團隊都係測驗過嘅。今晚我哋喺繼續祈禱之前咧我好想或者我哋嘅團隊好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嘅經文，大家都好熟悉喺《使徒行傳》或者大家都知道啦《使徒行傳》嗰個嘅作者係一個醫生，一個專業人士，同在座好多人都係一樣，一個好理性嘅人神係會用感性嘅人，亦都會用理性嘅人作者聖經嘅作者有40幾個，66卷書嘅裏面咧有40幾個嘅作者，有啲人好感性嘅特別睇詩篇詩篇第6篇嗰啲嘅作者講嘢好誇張嘅，佢話我嘅眼淚好多我祈禱嘅時候咧流出嚟嘅眼淚咧多到張床都浮起咗係嘛？都有少少誇張係嘛？但係《使徒行傳》嘅作者路加係一個好理性嘅人喺其他嗰3卷福音書嗰3個作者咧，佢都話嗰個地方叫做加利利海唯獨路加咧唔係叫嗰個做海嘅，叫嗰個做湖提比利亞湖因為漁夫嘅學識冇路加咁多係嘛？佢見到嗰度咧以為係個海嚟嘅，但係即係見識廣博嘅路加咧就覺得嗰度係一個湖啫，好細嘅同埋路加佢嗰個用字係好精準佢記錄教會初期嗰個嘅發展，聖靈點樣去降臨，點樣帶領一班神嘅百姓係將呢個福音帶去地極，係好冷靜嘅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好似一篇普通嘅新聞報導咁樣係嘛？哇！如果有一日突然之間你間教會有30個人信耶穌我諗你個 WhatsApp group 咧應該係響到即係成晚都洗版係嘛？30個人信耶穌唔係即係路加嘅筆下咧3000個人信耶穌只係一句娓娓道來，好冷靜所以神就用咗呢一個咁冷靜嘅醫生咧嚟記錄咗呢個教會最早期嘅發展。我哋今日咧好想去翻嗰個時候，究竟神藉着路加有啲乜嘢係同我哋講咧？有一段經文咧，大家好熟悉㗎啦，出自《使徒行傳》。我背第一個字咧，睇下大家接唔接到落去咯喎。但係嘛？知係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係嘛？呢節冇理由冇聽過啦。返到教會一段嘅時間，一定係聽過嘅。因為呢段嘅經文咧，好多教會都會掛喺牆上面。差會更加會掛喺牆上，因為講差傳啊嘛，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奮興會都會成日用呢一句做營會嘅主題嘅喎，個經文喎。喂，但係咧，如果你交呢一句俾你嘅語文老師佢會打交叉嘅喎，知唔知點解啊？大家點解啊？呢次會打交叉㗎，點解？即係語文老師咧會話你係文法有錯㗎，點解啊？知唔知？大家會成日都背金句啦，係嘛？哇！因為咧
有個 conjunction 喺度啊，係嘛？但係咪啊？係嘛？我哋小學嗰時學過啦，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咁之前嗰句咧，一定係有啲嘢發生咗嘅喎，係咪啊？即係我雖然，但係嘛？即係呢個結構咧，我哋好早都知道啦。但係咧，因為我哋將本聖經咧金句化咗啦，我哋咧都好少去咁樣諗。其實《使徒行傳》1章8節之前發生咩事咧？其實我可以講《使徒行傳》1章8節咧係一個意外嚟嘅，即係本來耶穌係唔使講呢一句嘅。咁佢之前咧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樣咁要讀一讀咯喎。之前咧翻去1章第3節嘅時候咧，原來即係路加佢講述嘅歷史嘅時候唔係冇頭冇尾嘅，係有一個背景喺度嘅，就係他受害之後不如大家都覺得有啲眼瞓啊嘛，即係不如試下一齊嚟到讀《使徒行傳》1章3節啦，好嘛？我讀出嚟他受害之後，用許多憑據將自己活活的顯給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述神國的事。原來咧，耶穌係復活之後咧，有40日同啲門徒一齊，佢做咩啊？講述神國嘅事喎，係咪啊？我哋有冇去過嗰啲夏令會啊、冬令會啊、教會嘅奮興會有冇去過啊？有冇去過啊？3日2夜係嘛？4日3夜咧好長㗎係嘛？你去完個營會之後覺得點啊？成個人都更新咗喎，係嘛？即係去完之後，我啱啱上個禮拜去完冬令會教會嘅冬令會出嚟嘅時候咧，成個人都唔同咗喎。你想象一下啦，即係嗰個講員咧，唔係某某大講員，嗰個講員咧係耶穌啊！40日之久去同你講呢個神國嘅事，你覺得如果係咁咧，正唔正啊？正！當我去睇呢一句嘅時候咧，即係我有一個諗法嘅。如果耶穌同我講咗40日聖經，同我講咗神國嘅事，應該地上嘅嘢咧，我冇嘢唔明白㗎。應該我會好清楚咧神嗰個嘅旨意嘅。咁第4節嗰度講喎，講完之後啦，即係耶穌開始40日個營會做一個總結啦。呢度冇寫出嚟嘅，我讀俾你聽。耶穌和他們聚集的時候，吩咐他們說：不要離開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應許的，就是你們聽見我所說過的。約翰係用水施洗嘅，但係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嘅洗。神耶穌俾教會第一個嘅教導係乜嘢啊？等候聖靈啊，等候父應許的。好啦，跟住啦，升天之前講完40日講完嗰個總結啦跟住呢一句咧，我自己加上去嘅，聖經冇記載嘅。耶穌望一望個天，睇到個雲彩仲未到仲有一絲時間。耶穌就問啲門徒啦，我猜想嘅啫。Any more question？ 仲有一個問題，邊個問咁樣？真係有個問題，有個門徒問喎，有個門徒問咩啊？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40日耶穌講神國嘅事，突然之間咧個門徒過咗40日啦，聽咗40日啦，佢應該嗰40日咧都喺度諗。耶穌幾時講呢個 topic 咧？以色列國幾時復國咧？咁樣，原來咧一個人可以聽到好多天上面嘅事，但係其實我哋都係諗住地上嘅事喎。呢個會唔會係我哋啊？我哋嚟到祭壇咧，即係可能我哋有一個想望我哋唔係話神啊，你復興以色列國係喺幾時咧？咁樣
我哋可能個心裏面咧都想咁樣去祈禱，都想一個問神啊，你復興建造業係咪就係呢個時候咧？啊，你復興呢個建造業係咪時候咧？啊，建造業經過咗好多嘅黑暗，係咪呢個時候你就要將呢啲黑暗嘅制度嚟到去推翻咧？咁樣其實如果要數建造業一啲嘅陋習，一啲唔好嘅嘢，我相信大家出嚟可以講好耐，可以講好多，可以每個人都可以指出呢個嘅行業有啲咩嘅問題。但係我哋有冇翻去聖經嘅裏面嗰個嘅教導咧？咁樣我哋繼續睇落去，耶穌點樣答佢啊？耶穌就話啦：呢件事咧係咁嘅，父憑着自己嘅權柄日期，唔係你哋可以知道嘅；復興以色列嘅日期，唔係你可以知道嘅。然之後咧，佢先講：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着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大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所以咧，其實《使徒行傳》1章8節本來係冇嘅。如果冇最後一個問題咧，呢一句咧係唔存在嘅。係使徒，即係嗰啲門徒唔明白神嘅心意，佢問係咪要復興以色列國？所以耶穌咧先至係咁樣答。佢答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今日我哋好識背呢一節嘅金句，我哋知道咧，我哋都明白啦，就係聖靈充滿我哋就有能力去傳福音啦。但係當日嘅門徒咧，有一個更深嘅意義。其實耶穌喺呢一個嘅位置咧，係引用緊一節舊約嘅經文，就係以賽亞書第49章。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以賽亞書第49章第6節係咁樣講嘅，我哋一齊嚟讀好唔好啊？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人，使雅各支派復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存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哇，係咪好熟口面啊？呢一句嘅説話，原來耶穌喺地上面最後一節引用嘅經文咧，其實就喺以賽亞書第49章第6節，佢同班門徒講。